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国小辣椒呢呀。在这里我要告诉你们所有的亚斯米的粉丝们，就是告诉你们他来中国为什么他不能上舞台？因为有一个人举报他，这个人呢，我据说他要来美国之前，这个人就打电话给他说，你来中国了以后，你要去我的舞台那里唱歌。亚斯米说，非常抱歉，因为我是别人请的，我得问别人同不同意我去他那里，我去你那里。那亚斯米说，那我去你那里，你给我报机票吗？有没有一点费用？他说没有，你去我的那里一分费用都没有他说的。然后亚斯米说很抱歉，那样的话我就去不了，因为我从美国飞到中国机票是很贵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们这边帮我报机票，我得去他们这边。然后他说他很大的口气，这个人就很大的口气，他就跟亚斯米说，你去到中国，如果你不上我的舞台，我让你所有的舞台都上不起。好拽呀，好大的口气啊！我跟你说，我说这句话你心里面最清楚，我不怕得罪你别人怕得罪你，我可是不怕，因为你知道在苗族圈里面我是一个最管闲事的人，知道吗？那天我去到文山，我就听他们是这样说的，然后我就告诉他们说，我说你不要怕，在我们中国我们的法律，我告诉你，对不对？我们共产党我们的法律它绝对不会是这样的，它绝对是保护我们的，绝对不会像一些小国家让你拿钱去给别人，别人就会怎么样放了你或者抓你，都不会的。我们中国它是法治社会，我们是大国家，对不对？不是说你一个小人你就能一手遮天的。但是我当然知道你在文山肯定有那么一丢丢的关系，对不对？跟你有关系的人脑袋可能也有一点问题的，我都清楚的。我们苗族里面，我告诉你，弄我们苗族的没有别人，就是我们苗族自己弄自己的民族。我告诉你们，有意思吗？你们觉得？今天我出来在这里说话，我就根本不怕得罪你。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，你不要认为你可以一手遮天，在中国，懂吗？我们中国是法治社会，你啥也不是，对不对？去美国几年回来你就觉得你了不起，在美国待不下去回来中国撒野，你认为你是什么？我说这句话你很清楚我不怕得罪你，全世界都怕得罪你，但我不怕，你知道我这个人就是一点不怕事的人，懂吗？所以我在这里告诉你，我们都是同胞，也希望你能尊重你自己，尊重别人，明白吗？尊重别人你这样认为你认为你就是可以很厉害，你在全中国全文山你就可以一手遮天的，那不是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说别人的同时，我们要有没有证据，对不对？大家眼睛都是看的，我们可以证明亚斯米拍过很多很性感的照片，但是你见过他在床上了吗？他演过3级片或者A 片了吗？你见过这些吗？你见过这些？你拿证据出来给我们大家看，不能凭你的一句嘴来告诉大家，对不对？你到处去举报，让他不能上舞台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去到我就不怕，我说你上，如果今天你上舞台没事的，有什么事我给你担保。我很生气，那天我去到，我就直接把他拉到舞台上面去了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他才上舞台。很遗憾，真的，他在中国有很多粉丝，但是我们苗族就是这样，很猜不漏毒，莫他这有都准猜他这有都很猜，怕什么？对不对？我们现在是法治社会，我们又不犯法，我们又不触犯法律。我们交流苗族的文化，我们错在哪里？请问一下，哪怕他真的还，他在他的国家还，他来中国他还你了没？是不是？我觉得你们真的很无聊，真的。我今天能说到这么气愤，这2天我是没有时间，我有时间我早就出来说这些事情。在这里呢，非常抱歉因为我说起来我有点激动。因为那天我听到这些以后，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气愤。我觉得我们苗族本来是应该是很团结的，因为我们去到哪一个国家，人家都很热情的接待我们。可是人家来到我们国家，我们就以这种方式去给回给人家。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我真的很抱歉。我觉得我们在国外任何一个人说棒斗狼，全部都知道，被人家对全都被多了，被人家找个没棒斗狼。老婆都好，人家都是这样说的。但是你们这样做，人家的入陪多就棒都拉，要该何去何从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大家都是同胞，没有必要互相残杀，真的。大家互相团结，互相改变我们现在的一些现状，对我们本民族有用的东西，我觉得才是大家想要做的。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我觉得搞的这些比较嫉妒，比较这些，我觉得不是我们现在应该做的。